雖然滅火行動已經大致完成，但前線消防員仍然緊守崗位，爭分奪秒繼續救援工作。一場無情嘅大火令到過千名雲福縣居民嘅家園喺一夕之間被焚毀，但人間有愛，連日嚟都有唔少熱心嘅人士自發支援，為居民同救援人員送上物資。過百名街坊喺星期五凌晨將樽裝水、餅乾、麵包同衣物等等嘅物資大包細包放喺大埔廣福商場嘅平台。有義工高舉小朋友衫、大人衫等等嘅紙牌俾居民揀，有人更即場搭起帳篷收集物資，盡力幫助一班無家可歸嘅居民。至於大王爺廟對開嘅圓洲仔里，亦都暫時成為咗消防員臨時嘅休息點。唔少街坊紛紛去到送上物資，向呢班英雄致意同支持，感謝佢哋不眠不休嘅付出，並且祝願佢哋平安早日完成任務。